是懒人开髋法老老师，我们开始练习吧。你可以选择坐在你的瑜伽垫上，你也可以坐在你的砖上，增加你自己下半身的舒适性。好，来，先把我们的右脚向前延伸一点点，好，膝盖比臀部宽一些些，小腿跟我们的瑜伽垫是平行的。接着再把你的左边膝盖，左边脚踝放到右边膝盖上，后来手来到臀部两侧，先把我们的坐骨坐稳，骨盆让它直立向上拎起来，好，停留delay加一下下的时间，先来放松紧绷的髋部。好，接着还有空间的同学呢，我们就可以一边抓着脚，一边放在膝盖上方，做一个直背向前的动作，让盖宾升的感觉越来越多一些些。有的人会拴在我们的那个大腿内侧也是正常的。还有空间就再继续向前走。好，停留1到3分钟的时间，放松我们的髋。后来结束之后再慢慢的走回来，那就可以开始换边练习喽。髋部循环好，下肢就会跟着没烦恼。宝龙老师练瑜伽，让我们越练越美丽。